社地讲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有一个9个月大的查甫婴仔，7月时确诊新冠肺炎，而且病情真严重，并发心肌炎，病紧急的甲按叶克膜才救回一命。这查甫婴仔伫9月7出院了后，想不到因兜的人伫9月20又搁确诊，结果呢，这个查甫婴仔还过扫 PCR 是阳性，也就是讲一连续确诊2摆。好啦，OK。婴仔注疫苗，直靠台中有一位9个月大的查甫婴要未注疫苗，就为着新冠病毒过连续2摆。第一次是在7月12号的时候，那第二次是在9月20，隔了2个多月了，所以应该可能是不同病毒株引起的。医生讲，这个查甫婴伫7月11的时阵，一直吐喙唇发黑，而且阁有真喘，活动力真歹的镜头，双急诊 PCR 阳性，所后来出现休克 CPR 甲救回来。医生诊断伊是新冠确诊，并发心肌炎。7月12到23，总共11天用叶克膜抢救，了透过中西医2边治疗，9月7日才出院。想要到因为亲人确诊，伊9月20阁开始扫，阁一摆 PCR 显示阳性 ，CT 达15病毒量悬。根据英国的统计，成人大概是1%人会重复感染，那儿童呢只有0.2%左右而已。所以以这个病童来讲，如果又是一个猛爆性心肌炎又重复感染，这算起来可能是亿万分之一的，应该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案例。查甫婴确诊2摆，加在第2摆镜头，干那酷扫。根据卫生局统计资料，到9月21为止，台中市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到717466个人，其中重复感染有2752个人。就当季新冠疫情可能搁变严重，所以嘛要呼吁厝内有6个月以上的婴仔爱赶紧注疫苗，增加保护力，嘛会当减少发生重症的几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